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小耳朵聽故事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繪本叫做《牙齒王國的戰爭》。小朋友，你今日有冇認真咁刷牙呢？諗下，如果你偷偷地冇刷牙就上床瞓覺，會發生咩神奇嘅事呢？噓，聽講呢，你會俾一隊小小牙齒士兵，咻一聲帶到一個好犀利嘅地方，叫做牙齒王國啊！嗰度呢，正在進行咗超級大戰啊！壞壞嘅牙菌大軍嚟到攻城啊！到底邊個會贏呢？牙齒國王定係牙菌大軍呢？打開你嘅小耳朵，一齊進入故事世界啦！我哋多謝作者張冬梅繪圖嘅真雲董哲。小明好鍾意食糖果，總係一粒接一粒不停咁樣食。爸爸話：小明，唔好食咁多糖啊，會蛀牙㗎。唔怕唔怕。小明一面做鬼臉，一邊將個波板糖塞入佢個嘴入邊。小明仲好鍾意偷懶，每日夜晚都會揾各種各樣嘅藉口唔刷牙。媽媽話：小明啊，早晚都要認真刷牙，如果唔係會蛀牙㗎。唔怕唔怕。小明一路頂住個房門唔俾媽媽入，一路又將個水果糖塞入個口入邊。呢一晚，小明食咗糖之後，又冇刷牙就上床瞓啦。瞓到好冧嘅時候，聽到耳邊傳來焦急嘅說話聲：牙菌入侵牙齒王國啦！我哋一定要去幫手啊！小明發現，居然係一隊整裝待發嘅小牙刷士兵同小牙膏士兵啊！小明仲未反應過嚟，就俾一束神奇嘅光芒帶咗去牙齒王國啦！天啊！牙齒王國到處都立立亂啊！好多保衛牙齒王國嘅牙齒士兵都俾黐立立嘅糖漿緊緊咁黐住咗啊！而牙菌就成群結隊，到處瘋狂咁轉啊、刮啊、敲啊！牙菌一邊做嘢，一邊嗌口號：嘿喲嘿喲，加油啊！敲開牙齒刮地洞，破壞牙齒我最強！睇下，原先潔白嘅牙齒房已經變黑咗啦，仲有幾座牙齒房俾牙菌刮出大大小小嘅窿，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啦！消滅牙菌，保護牙齒房，我哋係最佳拍檔，出擊！一聲令下，小牙刷士兵同小牙膏士兵即刻向牙菌撲過去。只係見到小牙刷用長長嘅毛刷用力一掃，喺度打緊窿嘅牙菌就即刻被掃咗出嚟啦。小牙膏士兵亦都噴出白白嘅牙膏泡泡，將一個個牙菌緊緊咁包圍起嚟。救命啊！牙菌被打得節節後退，無處可逃啊！小明都加入戰鬥，佢用水龍頭向被糖漿黐住嘅牙齒士兵噴射清水，將佢哋身上面嘅糖漿全部沖洗乾淨。得救嘅牙齒士兵亦都速速咁加入戰鬥，趕走牙菌，保衛牙齒王國。喺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牙菌大軍終於被趕走咗啦。經過統計，牙齒王國有3座牙齒房變黑咗，仲有1座牙齒房被蛀咗個大大嘅窿啊！其他嘅牙齒房都受到唔同程度嘅破壞。牙齒王國嘅國王一邊命令牙齒士兵召喚牙齒修補匠，一邊忍唔住同小明訴起苦嚟啊！最近牙齒王國幾乎每日都會落啲又酸又甜嘅飲品雨，大街上面嘅食物殘渣都嚟唔切打掃啊！牙菌軍隊就趁機入侵我哋嘅國家啦！小明諗到自己鍾意食糖果又唔鍾意刷牙嘅壞習慣，連忙向牙齒王國嘅國王詢問：如果牙菌入侵成功，會造成點樣嘅嚴重後果啊？牙菌最鍾意就係破壞我哋嘅牙齒房，
佢哋會先將保護牙齒房最外面嘅琺瑯質磨走，再慢慢往裏邊掘。嚴重嘅時候，成個牙齒房都可以俾佢哋刮空啊！國王好嬲咁樣講。國王一講起牙菌斑就恨到咬牙切齒。我哋牙齒王國最驚鍾意食糖果又唔注意口腔衛生嘅主人，咁樣牙齒王國就會徹底變成牙菌樂園㗎啦！太可惡啦！我哋要點樣做先至可以阻止牙菌嘅入侵啊？必須要配搭好飲食，早晚認真刷牙，唔好食太多糖果，亦都唔好成日飲飲品，咁樣牙菌就冇得匿，我哋牙齒王國就會強大起嚟㗎啦！好快，牙齒修補匠匆匆忙忙咁趕到嚟，佢哋就係專門修補牙齒嘅人。國王下令盡快修補牙齒房同做好清潔工作。睇下，牙齒修補匠先用工具將牙齒房外邊嗰層黑黑嘅東西磨走，又仔細咁樣噴上消毒水，以防細菌滋生。然後修補匠又用鉗將專用嘅補牙材料填入去個窿入邊，再用工具將材料敲硬，最後將牙齒房打磨到閃閃發亮，睇起嚟又靚又鞏固。哈哈！原來蛀牙係咁樣修補嘅喎，真係太有意思啦！為咗感謝小明對牙齒王國嘅幫助，牙齒國王特意頒發一個牙齒小衛士獎章俾小明。小明企喺高高嘅領獎台上，所有牙齒士兵都為小明歡呼啊！故事就講完啦。好彩最後牙齒王國打贏咗。希望小明都唔好再偷懶啦，下次俾牙菌大軍攻打嘅可能就係佢嘅牙齒王國啦。所以小朋友，你想唔想你嘅王國都可以成功防止牙菌大軍嚟攻城呢？咁就要靠你每日乖乖養成刷牙嘅習慣，食少啲糖果，飲少啲飲品，飲多啲清水啊！如果你都中意呢個故事，可以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記得去撳訂閱嘅掣，仲有隔離嗰個小鈴鐺，當我一出新故事嘅時候就可以通知你啦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